知道有三國系列電影喺國慶檔上線，社長特登首映日就去睇咗呢一出《三國的星空》第一部。三國題材嘅文化輸出一直都好賣得。日本光榮公司開發嘅《三國志》系列遊戲，社長就由第3代一直玩到第14代，而相關嘅電視劇、電影就更加唔使講。94版央視嘅《三國演義》堪稱經典，幾個主要角色被演繹得活靈活現，好似喺小說裏面行出嚟咁。而2008年嘅赤壁系列電影更加風靡亞洲，喺中日韓電影市場撈到盆滿缽滿。而今次呢部三國題材電影最特別嘅地方係，一方面佢係動畫，而最令社長驚喜嘅就係佢嘅編劇居然係18年紀當年喺百家講壇講三國講到街知巷聞嘅易中天。社長嘅三國啟蒙老師主要係3個人，分別係張悅楷、馮兩老同埋易中天，但係前2個都係講小說，而易中天係講歷史。所以今次嘅古仔大概率係基於正史嚟延伸。另一方面，呢出電影嘅主角唔係例牌嗰啲劉備、諸葛亮、關羽、趙子龍、周公瑾之類嘅所謂名門正派靚仔大晒，而係一向演開反派嘅曹操、曹孟德。曹操這個人呢，在歷史上的名聲不太好。曹操俾人鬧咗咁多年，次次都做甘草演員，今次終於有導演識貨揾佢擔正做翻次主角啦。終於都肯揾我啦咩？電影以東漢末年為背景，聚焦喺曹操35歲左右嘅事業上升期。從佢初入職場一直講到佢喺官渡之戰嘅威水史。平時嘅電影電視劇一般將曹操塑造成一個雄才大略得嚟又陰陰濕濕，中意勾二嫂嘅奸雄形象。而呢部電影通過另一個視角揭示咗曹操對漢室嘅忠誠、對百姓嘅仁德，以及對理想有熱切追求到近乎偏執嘅一面。當初劫持天子，燒了洛陽，200里內雞犬不留，數百萬人沒有活路。可你們卻在這另立天子，分裂天下。今次曹操嘅配音演員係社長都幾中意嘅譚建次，佢嘅聲線將曹操嘅多面性演繹得淋漓盡致。面對董卓焚城時嘅悲憤戰鬥，對陣袁紹時嘅低沉威壓，聲東下獨白時迷惘嘅鐵漢柔情，每一種情緒都處理得恰到好處。曹操留俾後世好多爭議，但係正正係因為呢啲爭議，呢位歷史人物先至更加真實豐滿。試諗一下，你身邊所有嘅人就冇話所謂好人或者係壞人，人性係複雜噶嘛。而歷史上所謂嘅奸雄曹操，只不過係佢喺經歷一連串歷史事件之後，慢慢從理想主義者蛻變成現實主義者嘅結果。有些事總要有人去做。喺曹操嘅讓院自明本志令中，佢明確表達咗自己嘅志向。僆仔嘅時候，佢淨係想做一個勤政愛民嘅好官，深受老百姓嘅愛戴。細個喺個縣曾經想做個好官，鬼知道人到中年個世界會立亂得㗎。大個先知道好官唔易做。於是佢就想成為一名征西大將軍，仿效衛青霍去病咁建立軍功，報效朝廷。而晚年嘅曹操雖然位高權重，社長唔知道佢野心有幾大，但係可以肯定咁講，如果當時冇佢穩定政局，都唔知道有幾多人稱王稱帝，有可能類似五胡亂華啲咁嘅人間慘劇會提早出現添。當然喺三國英雄裏面，社長最中意嘅仲係足智多謀嘅諸葛亮同埋一身是膽嘅趙子龍。一個為領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邊有老細唔中意呢挺員工嘅？另一個就喺劉備攻下西川之後，建議將田地分俾農民去耕種，邊有老百姓唔中意呢種好官嘅？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大家仲中意三國裏面嘅邊位人物呢？不妨分享一下。社長係一個三國迷，如果唔係時間關係啊，講到天光都同你講啊。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